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台湾伫5月20日，国内通过同婚专法后，变成亚洲第一个会当同性婚姻的国家。今年嘛有人看作是同性婚姻的元年哦。顶礼拜大游行的嘛是规模上大的一摆哦。同性婚姻正式合法化，透过这个专法作为同性婚姻的这个法源基础，甲民法婚姻也是有差异存在哦。当时阵的，即阵也阁有这个。跨国同婚的这个部分哦，嘛是有侪这个障碍来讨论啊吼。不过根据这内政部上新的这个数字哦，专法上路以来哦，全国登记这个有2000多对已经登记结婚哦。啊，同婚这个上路了后，国内同志社群有倒位有变化的啊，同婚跟这个同性伴侣哦，佮有倒位实质的改变甲影响。其他这个透过同婚合法的国家，因为倒位社会甲法律会当照敬台湾的这个所在，今日台湾新界台湾大代志，要邀请乡亲好朋友做回来对话。首先来邀请到首来宾来做回对话，第一位是咱社民党台北市议员苗鹏阿苗，大家好。第二位是咱民进党立委尤美女，大家好。第三位咱邀请到安定力量台中立委参选人林秋平，大家好。第四位咱邀请到律师邱佩文，朱启麟，大家好。咱拢知影，咱头马讲到5月20日，即天是对台湾吼，还有 LGBTI 啦吼，真正真重要，这个一天。不过顶礼拜嘛是真大这个盛大的这个游行啦吼。不过侪咧讨论讲吼，后一步要安怎来进行，后一步要安怎来行，才有发到这个婚姻平权的这个讨论。侪人讨论到这个跨国婚姻的这个部分，还有这个领养、收养等等的问题啦吼。咱先请这个阿苗来讲一下吼，即阵伫这个社群内底讨论上侪是倒一个部分呢？头一个部分就是你拄则有讲到这个收养啦，因为即摆的同性婚姻的专法收养吼，咱限定讲是对方的迄个亲生子女才会当收养啊。所以讲，我迄天伫咧游行的时阵，我就拄到一对这个女同志啊，吼，喊我讲，因要先办收养，才搁去结婚。我讲，为什么咧？因就讲啊，因为即摆法律规定吼。单身女性，就是你若是还未结婚，你是一个单身女性，你是会使收养，你使收养一个囝。要毋过咧，若是因两个结婚呢，因两个结婚了后，两个女性变做是讲袂当讲共同收养、共同收养。所以讲吼，因要先收养一个囡仔，啊，煞来搁去结婚，安尼较顺。啊，我就问因讲，啊，恁结婚了后，恁敢会使讲，你搁去收养伊收养的囡仔吼？因为因对这个囡仔来讲啦，有这个双亲吼，总是比单亲更较好嘛，对不？啊，因就讲其实啊，佫唔知为虾米咧？因为这个专法的法条，伊拢写讲吼，会使收养对方的亲生子女。所以讲伊唔知影讲，若是我收养的囡仔吼，伫法律上吼，敢讲是算讲这个专法所讲的亲生子女啊。所以讲，遮就拄到一个问题啦，收养是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咱讲人工生殖啦，就是人拢讲吼，这个同性恋啊、同志啊，无法度生囡仔，其实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因为咧，同志是会当生囡仔，只要你互伊这个人工生殖法会使适用吼，伊就和一般的这个不孕夫妻共款，拢会使透过咱医学的帮助吼，啊有一个后代囝生出来。啊，不过即卖人工生殖法吼，还未决定讲这个同性伴侣、同性结婚。啊，会使比较来适用无？所以讲吼，即马收养甲即个人工生殖啊，和即个咱下一代吼较有关系，是咱大家较关心的啦。啊，第三个问题就是讲，你的伴侣吼，你的翁、你的太太，若是讲伊是外国人吼，这要安怎处理啊？因为即马咱通过迄个专法内底规定吼，按照迄个规定是，咱有全世界有26个国家，其他的26个。同性婚姻已经合法的国家吼，伊若是伫咧外国结婚啊，来到咱台湾，嘛是原来会使做即个同性婚姻的即个登记。要毋过咧，其他的100外个国家呢，就目前是还阁袂使。所以讲这三个问题是咱大家较关心的啦。啊，我个人是认为讲吼，关于这个收养甲即个人工生殖吼，可能伫咧未来可能3年5年以后吼，真侪人讲。啊，对啦，这个同性婚姻嘛，无虾米负面的影响啊。咱会使过来理性讨论讲，如果是和这个同性伴侣吼，会使有这个下一代吼，无定定吼，对咱台湾的生育率哦，更较有帮助的。解决这个各项危机啦吼。的确是啊，因为吼，咱即马吼，就是咱台湾的这个生育率伤低嘛。
啊，若是讲咱的同性伴侣，其实大家拢真有这意愿吼，来生囝、饲囝，啊，这计划性的生育吼，会使互咱这下一代吼，就更较好的生活的环境啦。有影啦吼，今仔阿苗嘛，甲咱讲到有这个拄到这三个问题啦吼。咱先来看讲同性这个牵手啦吼，咱争取这个收养，也是讲这个跨国这个法律吼，等等啥拄到什么问题啦吼。咱头拄嘛讲到收养这个双方无血缘这个囡仔。现主席嘛是拄着即阵的这个状况啦吼，啊现主席因就是一个人要求讲吼，开放同性这个牵手会当14条，咱头拄讲到人工的这个性质的这个法律来讨论啦吼，嘛这个咱会当看到讲 WHO 已经扩大这个不孕的这个定义啦吼，纳入去这个同性这个朋友，也是讲单身的这个朋友啦吼，来做伙来做讨论啊，啊头拄嘛讲到这个跨国婚姻这个权益这个问题吼，目前咱认同的吼有26个这个国家，因为这国家已经通过着同性婚姻这个部分，啊，你要结婚，敢若会使伫遮啦吼，26个国家会使去登记啦。其他的亲像你伫若是香港、澳门的人吼，要结婚可能要甲台湾，要伫台湾登记，也阁有困难的这个所在。不过这要讨论这个进程，咱先来回顾20几号的这个拜六的时阵啦吼，这场大游行啦吼，显示着什么款的这个状况啊？咱台湾对着这个婚姻平权的这个这个步数咧，也阁有倒位爱改进，爱阁进步，咱先做回来看。台湾同志游行正式出发。由着由7色的家规组成的庆第17届同志游行正式登场，并且以彩虹行动车领队，首先出发的红色大队由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领军，而身穿彩虹衫的同志平权运动者纪家伟。游行进前接受访问时讲，欢喜看到台湾通过同婚法，也过性别平等教育有关需要来提升。性平教育、跨国婚姻都继续要努力。如果说是小孩子自己到校外去，那学到的都是很多都是不正确的内容。阻止学校教啊，其实是要把自己的小孩推进火坑。要父母带着囡仔到囡仔游行，家长认同学校教育应该加入加落实更加多性别平等的观念。不要那么刻意的分男生女生啊，这样子的话，他们可能这样可以玩到的玩具不就少了一半吗？就变成说女生的他们好像就不会去选择，因为他就觉得那是女生的这样子，就比较局限他们对性别想象。对。不少人真用心打扮来游行，展现身材，也有来自香港民众挑工穿着白色的新娘衫，希望有一天香港也甲台湾同款。香港现在还没可以，所以我希望香港也可以。那你会羡慕台湾现在这样吗？会。游行队伍内底有一寡人拿着红色雨伞，替艾滋病人来讲话。艾滋权益工作者讲，希望替因去除这个无悔名声，争取更加多应该有的权益。长照的法令里面，对于艾滋感染者来讲，他们如果要去安养机构等等的，可能都必须要暴露他的身份。可是有些安养机构可能就不会让这样子的感染者入住了。游行队伍对台北市政府前空场出发，沿着中孝东路到凯道，游行的路线有5.5公里遐长，超过200队的队伍加入。主办单位用同志好处边真侪口号，呼吁社会对无同性倾向的人，拢有相款的理解，也有尊重的态度。记者综合报道。现主是看起来，咱国家的这个宪政是保护这个同性朋友啦吼。至少伫这个宪政的这个部分，咱肯定着这个同性伴侣之间有婚姻自由甲这个平等的这个部分。但是咱头拄嘛讲到，现主是拄着这个问题，可能有2种至3种啊。跨国婚姻的这部分，甲这个收养这个部分啦吼。咱这个立委嘛，伫这个立法院做真侪这个拍拼啦吼。所以咱现主是面对这个状况啊，甲这个同性朋友因的这个需求之间，要安怎做一个平衡咧？当然，所有的权利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这届呢，大家努力会当让那个同性婚姻会当合法化。但是呢，这个通过的法律并不是一个最完善的法律，因为这是大家折中让步的出来结果。所以对于就说如果是跨国的婚姻，譬如讲咱台湾甲另外一国的伊的另外一个伴侣是外国人的时阵，因到底会当结婚未？目前呢，因为依照咱的法律的迄个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的规定，就是讲一定要爱咱的国家甲伊的国家2个国家拢承认是因的婚姻是合法化的，才会当结婚。
啊，那讲咱的国家承认，但是伊个国家无承认的时阵，因是袂当带咱台湾来结婚的。吼，所以这部分呢，真侪真侪就有迄个外国的伴侣的人感觉这是无公平的。但是咱看，真侪国家已经通过同婚法案的国家，因像讲英国啊，还是法国，因拢会当算讲。另外一半，他的国家没有承认同性婚姻的，但是他们还是因为婚姻还是合法。伫这个因为国家伫承认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嘛是要个合法的。只是讲伊转去伊的国家，伊的婚姻是无合法的。譬如讲迄个法国人甲一个菲律宾人，因听当法国合法的结婚，但是因到菲律宾，因为伫菲律宾不承认因的婚姻人的。这样，但是伫咱台湾的时阵，算讲一个菲律宾人甲咱台湾人要结婚，但是因为菲律宾无承认是婚姻合法，同性婚姻合法，所以因就袂当到咱台湾结婚。这部分呢，咱需要去努力。那因为咱这样就是讲跨国的婚会牵涉到说一国四制的问题，就是讲一个是咱的合法，对方也合法，所以听结婚。咱合法，对方无合法，因袂当结婚。另外一个就是讲中国人。咱真侪是陆配嘛，对了中国来迄个外配，只能讲伊是即个中国人的时阵，到台湾到底因两个当结婚袂？因为依照咱的宪法的规定，那是讲我们的中华民国的领土是延伸到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嘛，整个就部分，所以我们不承认讲伊是外国嘛。所以依照两岸关系条例的时阵，原则上是听到台湾结婚的，但是因为伊是属于要面谈的一个国家，所以呢，要面谈的时阵，就要变成讲伊伫要先到中国结婚了，摕这个证书伫咱的境外面谈了，才会当入来。所以这部分呢就会卡关了。那香港跟澳门嘛是共款是一个问题，就是讲依照这个港岸条例，那也是要在就是要进来这部分，所以这部分咱都要搁迄个都要搁努力。咱头拄这个立委啦委员嘛有讲到咱跨国同婚一国有4制这个部分，咱先带观众朋友来做伙看一下咱所经历的啦头拄只这个委员嘛有讲到亲像讲荷兰、法国、美国、英国等等这26个会当登记结婚啦因用着这个民事法律适用这个第46条啦，双方当事人。符合到这个母国这个结婚的这个要件，这个就是较一般咱所会当伫台湾登记这个部分不过，现在现在是面对着可能有伫香港的这个香港、澳门这个朋友啦若要来台湾结婚，可能会拄着这个状况啦同婚都是无合法啦亲像咱头拄讲的，这个婚姻都无法度来成立，都佫有牵涉到亲像菲律宾越南这等等这个国家婚姻嘛无法度成立。必须要有这个面谈的这个制度啦，但是嘛也无配套这个修正啦依照着这个两岸关系条例，你若是甲这个中国是这个同婚的这个朋友来讲要伫台湾登记，可能嘛是会面对着这个问题啦所以一国有4制这种制度啦可能要按照国去拍拼咧。当然这个方式是咱去修改这个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因为咱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是规定讲，你一定要2个双方他的国家所共同承认伊的法律，所以这部分可能都要来修改。那另外香港跟中国的部分因为香港是适用这个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嘛，迄个准用迄个部分。那迄个中国的部分，事实上就是境外面谈的部分。境外面谈的这部分，其实是透过一些技术层面来解决。是，咱头拄嘛讲到真侪例啦，头拄这委员嘛讲到法国甲这个菲律宾这个例啦，咱看讲咱嘛有经历到跨国管理的这个困境到底是啥？咱有经历到3个案例啦有一位是阿古甲这个信奇啦阿古是来自澳门的这个朋友，伊咧同性伴侣咧是咱台湾的这个信奇啦108年10月初要到台北市中正户政事务所咧登记结婚，因为但是这个阿古咱头拄嘛讲到澳门人的这个身份伊摕是这个中国的这个身份证，依照这个台湾现行的这个法律规定台湾人只会当甲这个咱台湾本国以及甲其他咱头拄嘛讲到英国、法国、荷兰、美国等等这26个这个国民来结婚
所以以后这个户政事务所来拒绝啦吼。律师团就表示讲，要向台北市政府提出诉愿啦吼，若是向驳回咧，会对这个中正户政事务所提出着行政诉讼。啊，第二个案例是阿长甲这个凯利啦吼，阿长是来自马来西亚这个霹雳州的华人啊，为着要甲管理台湾人凯利做回生活的3当前，决定来台湾读册啦吼。阿长表示讲，两个人已经伫马来西亚这个处理已经拜过祖先嘛，办过婚礼啊，但是因为马来西亚这个法律无同意着同婚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两个人无法度享受到结婚的这个权利。第三个案例，咱看到是子良甲这个司铎啦吼，子良是台湾人，啊司铎是美国人吼，有一个15岁这个囡仔，啊一家伙仔目前住伫咧这个美国，因准备要去退休了后来搬来台湾定居啦吼嘛，希望有一套这个配套的这个部分，咱就继续要来带大家看卖咧。就是讲，咱头拄仔讲到这个例啦吼，就是这个阿古甲信氏，其实有个人吼，就是真希望讲会当伫台湾这个结婚，但是因拄着这个困境，咱头拄嘛小可有讨论到，但是咱即摆要来带大家来看因的这故事是安怎进行的，有可能会安怎来帮助因吼，通过这个难关然后咱先来做回来看。先帮我写一张这个申请。当时伴侣姓纪甲阿姑来到台北市中正户政事务所要来结婚。也毋过，因为阿姑是欧文人，提出的是中国身份证件，以台湾现主时规定，双方若指方国家同婚不合法，事务所对拒绝登记。其实我们一开始认识的时候是从网络上面认识的，那认识之后，其实我们就是分隔两地，那1个月通常我们会飞1到2次，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薪水啊，就是存款，就是花费都是在机票上面。就是这样的生活，其实过了2年多之后，我们就讨论到，我觉得，这样的生活还要多久？那时候台湾就刚好在讲说，好像视线要开始要出炉了。我们熬过2年就可以登记结婚了，我们的婚姻就可以被承认了。但2年之后，其实原来还有一道坎。阿国讲，伊原底是心理师，伫咧澳门月收超过10万台票，也毋过甲心机分开两地，开伤济钱伫咧机票交通。2年前，伊知影讲有同婚实现案，台湾同婚有可能合法，伊放弃工课，申请来台居留。想袂到今年5月24号开放同志登记，因煞无法度结婚。那在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46条，关于婚姻的成立，套用这个法下去的话，那婚姻它是一个实质要件，它不太可能是在我们这边不太可能就是直接依台湾的法律去认可这样子的婚姻。同步呢，我们会开启司法的程序，那会陆续在接下来的2个月内开启相关的行政登记诉愿。现主时，台湾的同志朋友只能甲本国已经通过同婚的26个人结婚。判律面的律师主张，这不合宪法的平等精神。说落来，因会向台北市府提出诉愿，那黄驳回会对中正户政事务所提出行政诉讼。记者综合报道。像咱咧讨论到这个同性婚姻这个部分啦吼，其实嘛有真侪种声音来出现啦吼。啊，其实咱今日嘛有邀请到这个安定力量这个参选人邱平来到咱现场啦吼。邱平，你有啥物？你对着就是咱已经是同婚元年安尼来看吼，其实台湾是一个进步的社会，嘛是真多元啦吼。但是你的声音嘛是爱甲你尊重一个参考看卖，你的声音大概是啥物咧？各位电视台头前的迄个朋友，大家好吼！我是候选人，我嘛代表安定力量。大家拢知影讲安定力量去年吼，就是伫公投出来的一个政党吼。我要先同大家做一个解说，就是讲，我感觉其实足侪人并不了解这个748解释法规定是啥物吼。知影讲就立一个专法啦，是大家搁咧反对啥货吼？那我要讲，其实这毋是一个反对啦吼，就是讲我要先清一件代志，就是讲748是一个大法官解说的迄个施行法，吼，伊是大法官解说出来。伊解说呢，伊只是讲咱会当保障同性恋共同生活尔。伊并无讲你一定爱用结婚，还是爱用迄个伴侣，吼。毋过咱政府就是直接甲伊放当迄个结婚内底。好，所以呢，当然会产生足侪社会纷争，吼。
我要讲，即件咱阵若要讲迄跨国婚姻，咱爱先了解咱台湾，即摆对婚姻的看法是啥货？好，咱大法官554号的解释，就是讲，婚姻是一种制度性的保障，好，啊要保障啥货？好，婚姻敢是一个权利？好，婚姻其实是一个制度，是一个保障，要保障。咱两个人共同生活，毋是要主张咱个人的自由甲权利，吼。所以咱婚姻内底，就是要保障一个社会永续生存的一个基础。所以会足侪限制、足侪规定你袂当重婚，你袂当通奸，你嘛袂当近亲结婚，吼。啊，你袂当伫遐主张讲哦，我有通奸的自由，我有近亲结婚的自由。等等，吼啊，因为安尼，所以，阮看跨国婚姻的时阵，阮第一我最想要了解就是讲，你来台湾遮结婚，你争取一个，我想今仔日大家好像拢是要讲要安怎突破这个跨国婚姻，互咱的一个。障碍，吼啊，变成讲，阮是伫遮咧阻挡大家袂当跨过即个跨国婚姻的一个阻碍就对啊。啊，毋过呢，我是一个妇女，我嘛有结婚，吼啊，我有4个囡仔，吼，阮知影讲吼，即个婚姻的结合，并无像因。同性恋，因想的遐尼简单，吼啊！我想你讲到因其他国外的迄个，因对婚姻的一种同性恋的婚姻的迄个一种保障，其实嘛有迄个欧洲的人权法庭嘛有讲过，各国拢应该爱提供同性恋伴侣婚姻，也是某种伴侣登记，所以要合乎即个人权，无一定爱互伊同性恋结婚，吼。那英国伊嘛是有答应，无毋对，答应讲，毋管你是伴侣，毋管你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其实你拢会当选择登记你的民事结合，还是用婚姻关系。好，可见其实已经有非常大的选择啊，已经有足侪选择互你啊，吼啊，但是。你伫台湾有咱台湾第一，我拄仔讲的，婚姻是一个保障的制度，你爱保护的毋是单你家己的权利，你该保护你可能你有亲属，吼，爸母，吼，啊，搁有你爱做的一寡责任，啊，我嘛要直接讲的，就是讲吼，咱。即个同性恋，伊若要结婚进前，足侪咱嘛拢毋知影讲，伊的性别的取向是毋是有科学的，一个界定，会当去判断。万一国外一寡组织，吼，要利用即个空窗入来，安尼，咱要安怎预防？其实咱拢知影啦吼，就是咱今日邀请到来这个4位来宾啦吼，有正的方面嘛有这个反对这个声音，咱都是求一个对话啦吼。啊，嘛毋是讲请恁来就是一个阻碍一个阻挡啦吼。但是咱要搁邀请到这个委员也是阿苗啦吼，先请委员来讲啦吼。咱头拄仔嘛讲到这个施行这个释宪这个部分啦吼，大法官已经释宪啦。啊，咱嘛去做一个专法这个讨论，其实也搁有做无足的所在嘛，也搁有这个对话这个空间啦吼。啊，你要安怎回应咱头拄仔手边这个？我感觉伫遮来甲大家讲互清楚。第一，就是大法官748号的解说，伊所讲的，就是讲，你要结婚无？你要甲啥物人结婚？这是你的基本的人权，所以这就是咱宪法第22条的基本的人权。啊。你若要想要结婚，吼，你结婚，
所以呢，大家人拢有这个观念，讲我想要结婚无，还是我要甲什么人结婚？这不管你的性倾向，甲你是什么样的人，拢总有这个观念。是。那伊讲好，啊，有的人讲啊，因为你的这个同性恋的，你袂当生囡仔，所以呢，你甲阮异性恋的是无共的，所以阮听个做差别待遇。但是呢，伫大法官讲。伊讲你若要做，按讲性倾向的不同来做差别待遇，你就爱讲你的目的，吼，就是说你的手段甲你的目的之间，啊，你的目的呢是为了公共的利益。那所以你公共的利益讲，因为婚姻的目的是要传宗接代，但是咱来看，咱异性恋的婚姻内底。有的人，伊根本主观上讲，我无想要囡仔；有的人客观上生袂出囡仔。但是咱的法律并无讲，因为你无囡仔，所以你的婚姻路无效，还是你的婚姻路听撤销，还是你当然听个离婚无。所以表示讲，虽然传宗接代是咱婚姻内底真重要的要素，但是它不是必要条件。所以你要按我这来作为差别待遇，这是不合的。另外一个讲。好，你若同性婚姻通过之后，是不是会破坏你的婚姻的伦理的价值，还是社会公共秩序？大法官讲，你爱查甫的同性恋，你爱相同的这个性别的，还是异性恋，你爱不同性别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性倾向。所以这两个不同的性倾向，咱若按共款一个法律的制度来个规定，包括讲。你伤细汉袂当结婚，所以对结婚年龄的限制，你袂当想讲我要好几个，我要多批，袂使。你敢会当单一的配偶？你呢结婚了以后呢，你都要负同居的义务，你都要负忠诚的义务，你都要负抚养的义务。那另外呢，就说你袂当讲我要跟我的近亲结婚。那哪讲我们用同一个法律去规范两个不同的性倾向的这两个族群。那在同一个法律的规范之下，都无他都要一讲的啊，讲同性恋的人他就是要多批，他就是不遵守照抚养的义务，然后呢就所有把婚姻当作儿戏，没有大法官非常的严肃的看待。你如果要结婚，就是在同样的这个法律的规范之下，你只能够对不对？你北当就是我要跟很年轻就要结婚，你结婚年龄的限制，你要有忠诚的义务，然后呢，你这个不能够跟你的近亲结婚，那你结婚以后要负抚养的义务，要有忠诚的义务，然后呢，你要这个所有的这些的家庭的这些义务，你都必须要尽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并无咱反对同婚的这的人所担心的讲。这呢阿伯呢，将这个婚姻的伦理价值拢破坏掉，阿伯呢，因呢对这个婚姻内底呢黑白来，因为法律不是这样规定啊，对不？所以咱这个同婚的法案通过之后，也是一样的规定，所有的这些的权利义务在同性婚姻内底完全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把它澄清。另外一个呢，他都要你讲，好公投的结果。伊讲是大法官呢，只是解释讲，你们是两个人可以去经营共同生活。伊把大法官748号解释的后半段把它省略掉。大法官是讲两个，如果说2年后这个如果没有定出法案出来，相同性别的两个人，他们可以依照民法亲属篇的规定，到户政机关去办理结婚登记。那他们为什么可以去做？就是因为他们要让他们经营共同的永久的共同生活，而且具有亲密性跟排他性的永久结合关系。下面有这亲密性，夫妻之间就有这种亲密性嘛，当然同居嘛有亲密性。但是它再加上排他性，同居没排他性，所以同居，我今天跟你同居，我要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可以，你得当一各一通奸。但是你如果结婚了以后，那我目前通奸罪没有除罪化的情况之下，你仍然可以去告他通奸，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排他性。所以呢，大法官说，两个人为经营永久的，第一个你要永久。婚姻每当讲我们来定一个婚姻是咱打结婚几年会使的，不可以。所以婚姻是一个永久的
共同的生活，而且具有亲密性跟排他性，永久结合关系，这是大法官所解释的。所以呢，在公投的时候，其实所提的第10案跟第12案，也是把大法官这个抄进来，但是他把这个所谓的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的东西，把它删掉了。但是他在理由里面，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就是遵守大法官748号的解释，来强调他们必须要遵守亲密性及排他性的永久的婚姻的这永久的共同生活关系。所以在这里要跟大家再澄清，748号施行法就是我们的同婚的法案，没有违背任何的公投，也没有违背大法官748号的解释。我这么就要讲好清楚。是，这个委员的意思嘛，真清楚啦，就是讲，这个大法官的这个释宪啦吼，已经讲啊真清楚，就是讲，伊的这个安怎去遵行，安怎去做这个专法、这个立法的这个过程，其实拢真清楚啦吼。咱继续请教律师啦吼，咱嘛知影这个这回这个讨论是求一个这个共识啊吼，不过嘛是有真侪种这个看法，律师你的这个看法是啥物？其实我来看今日提出的这3个题目包含着这个同婚收养个人工生殖和跨国婚，其实这3个大问题就是为什么公投的结果，为什么第10案、第12案会当过，为什么婚姻平权的法案无法度过，一个足重大的原因。因为这3个问题确实就是人民咧担心的，就是同婚法案经过了后边可能有这个改变，这个改变了后，敢会影响到规个社会，这是人民担心的。好，所以我先澄清一点因为我家己是迄个公投提案的代理律师啦所以我对杨美女立委伊的讲法无啥同意我家己的立场是认为讲虽然对这个公投提案的解读是无共款的，但是其实人民的表态是足明确，就是婚姻就是一男一女，所以在我来看748，虽然大法官有伊的意见，2年无修法会当做结婚的登记，但是并无把这个空间完全限缩，就是讲立法权确实会当立一个法，无的确一定是要用婚姻能力。我是认为是有这个空间的，所以公投的结果应该立法委员爱尊重啦。但是目前我看的结论就是讲，虽然这是一个妥协法律但是不管安那，伊即马还是用婚姻的定义落去。但是因为用这个婚姻的定义落去，较爱讨论这3个问题嘛。所以像这个专法，伊也毋是用婚姻的话，其实就无这个跨国婚姻的问题嘛，较无这个人工生殖的问题。但是因为甲变做跟婚姻相同，较有这3个问题来讨论。那这3个问题其实毋是伫咧台湾，伫咧其他的同婚有同回的国家，因拢共款面对这个挑战，共款拢引起社会问题。其实对一个读法律的人来看虽然我认为748号施行法伊是违背民意啦但是毕竟伊就是修法通过伊就是一个现行法，所以我嘛是爱尊重这个现行法。所以阮即马徛伫这个现行法存在这立场来讨论，来讨论讲安尼我们要解决后边的问题。既然人民的声音对这个问题是足质疑的，所以我相信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啊立法委员要处理这3个问题时阵，愈爱细腻，袂当刚看到讲这个同性婚姻的这个伴侣，伊有啥物权利要实行，却忘记了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担心，也是外国的一寡因的发生的一寡案例。其实我拢希望接下来的立法应该更加的慎重，应该是有一寡配套的方案，也是有一寡违法预防的情况下，较来做这修法调整，不是讲完全的开放。其实我相信。748号施行法虽然已经通过，但是民意的反应并不是安尼，所以阿准讲这3个目前这3个大问题的解决，完全无考虑到人民的想法，完全都是开放的话，我相信选票一定会去反映出来啦。因为这做现实的问题，就是讲用这个选票啦，其实讲公投来决定一个人会使爱也袂当爱啊，是讲其实是制度公投是讲爱安那修法啊，唔是讲伊敢袂当爱，当然是会当爱啊。但是制度上公投是咱决定讲法律安那修嘛。是。所以我是感觉其实执政党即马甲公投，即马佮甲增加伊的门槛，同大选脱钩啊啦。其实嘛是唔敢去面对这个公投的结果啦。所以我是想讲目前这个法案已经通过啊，但是要针对跨国婚姻也好、人工生殖也好、收养也好，这拢是争议性的议题。而且伫咧外国嘛是产生一寡争议，
所以，阮的国家要处理这个问题，也无较慎重的话，我相信民意一定是各有足大的反弹啦。是啦，这个爱真正去处理，但是用到这个民意来去决定这个部分，阿明你安怎看？其实即摆迄个转法吼，就是公投的结果嘛。吼，因为这旧年底迄个公投哦，通过2项代志嘛。第一项就是讲咱民法内底的婚姻袂当修改。吼，第二个公投通过就是讲咱要用一个专法来保障甲迄个同性恋、同性伴侣来永久共同生活安尼权益啊。所以讲即摆政府推这个转法吼，我感觉讲是甲迄个公投的结果是符合的。是无违背公投啦，因为公投就安尼讲嘛，啊公投安怎讲，毋是我讲嘛，毋是别人讲，是公投的迄个文字，就是安尼写嘛，写甲真清楚啊，大家有捌字拢会使去看嘛吼。啊，第二个就是讲，我知影讲有足侪朋友会就真烦恼啦，进前咱咧讨论迄个同性婚姻的时阵，有足侪人拢烦恼讲啊，若是有同性婚姻，敢会讲足侪。迄个社会的道德沦丧啦，什物爸爸妈妈拢无去啊，以后拢袂使叫爸爸，袂使叫妈妈，啊，即马阿公阿嬷嘛无去啊，咱近亲结婚啦，安尼多批啊，即种的烦恼大家真济嘛。啊，毋过今年的5月，迄个同性婚姻就上路啊，啊，到今已经5个月啊，你有感觉讲你的生活有改变无？你有感觉讲你的这社会变甲足乱有无？啊，你的囡仔敢讲无要叫你爸爸，无要叫你妈妈，拢无嘛？正前社会有真侪烦恼，这我知影。啊，毋过会有遮侪烦恼的原因，毋是讲这个同性婚姻是会造成这社会的这个混乱啦。有遮侪烦恼的原因，就是讲有一寡人伫咧散播足侪谣言嘛。哦，用即寡谣言呢，叫大家讲哦，敢若确实有即回代志呢，我真烦恼变安怎？啊，结果咧5个月半年来，证明就无啊，这对社会嘛无造成什么伤害啊，对无？啊，所以讲我头前有讲啦吼，3年5年后啦，我相信社会上大多数的人吼，拢会使了解讲，这同性婚姻其实就和异性婚姻是同款的。啊，到迄阵吼，咱可能就搁较侪空间吼，社会在理性来讨论讲收养的问题吼，人工生殖的问题，甚至讲是一些跨国婚姻的问题，就有希望来解决啦吼。因为其实咱拢知影讲，这个世界上吼，足侪国家26个国家吼，已经正式承认迄个同性婚姻，对无？其实我和各位观众朋友报告啦，真实的数字吼，比这26个搁较侪，因为亲像讲欧盟，大概足侪人会认为讲，这欧盟吼内底吼，可能有一部分的国家承认，啊一部分无要承认，对无？但是事实上呢，因为欧盟有一个欧洲人权公约啦，那这欧洲人权法院呢，其实几年之前已经做出一个裁判，伊讲吼，这无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吼，嘛必须爱承认啥物？必须要承认其他已经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的婚姻，所以讲伫咧欧洲吼，无法度伫咧家己的国家结婚的同性伴侣，伊就会使，比如讲伊到荷兰去登记，啊到荷兰去登记了后，伊回国，伊的国家就必须要承认即个伊咧荷兰登记的婚姻，因为即欧洲人权法院有讲啊，所以讲其实即马咧全欧洲吼，同性婚姻其实会使讲已经合法啦，已经合法啦。啊，你有看欧洲有足乱无？欧洲的经济有足差无？欧洲有足侪咱社会的事件、社会动荡，是因为这同性婚其实拢无。所以讲，我伫咧强调一件代志，就是讲对这个谣言吼，其实大家拢莫阁去讲啊啦。无的代志就是无，有的代志就是有。啊，这是非黑白啊，就真清楚。无讲我今仔日反对讲同性恋，我感觉同性恋就恶心，我就去传一寡谣言啊，这对咱社会无帮助。咱讨论这个问题。咱爱知影，头一个转法就是公投的结果，公投讲要爱嘛。啊，第二个，即马转法已经5个月啊，实际上有啥物问题，咱一件一件提出来讨论嘛。啊，无的问题就莫阁去传啊。啊，有的问题咱就理性来解决，啊，咱社会就在往前进步。是啦，咱继续要来讲到这个性平教育这个部分啦。吼，徐家伟头拄嘛讲到性平教育，目前也是有真侪这个困难伫的啦。吼，伊拄着啥物困难呢？咱先做伙来看讲。到底台湾所爱面对这个问题，到底是啥？咱先来做伙看。教育部终于放进性侵害、性骚扰、性霸凌的防治课程，但是为什么又要塞进性别认同和性倾向的教育呢？去年的时阵，后一代幸福联盟提出公投案，公投的内容写作是何不应该伫咧各中校进行同志教育。
本案提到超过6成的动议，因此教育部今年4月公告修改性别平等法的相关规定，甲原本教材中提到同志教育4字的部分，改做认识性别特质、性倾向、性别认同、性别霸凌的相关内容，赛后公投提案人甲相关团体认为教育部只是在生文字游戏。第一个就是不要去贴标签，因为你一旦说这个是同志或他的性倾向，怎么有这个，反而容易让他贴标签。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教导孩子性霸凌的防治，就是告诉他要尊重不同的性别特质。那这一次的修正案呢，那也依照了去年呢公投法的11案的立法的缘由跟理由书哈，那么同时也回应啊，也同时呢参采了当时候的这样子的意见。新条文本来已经公告实施，嘛正伫咧立法院比查阶段，却因为被认为不合公投结果来开会审查，这嘛引起性平团体的反对，认为目前的条文已经兼顾民意，嘛符合性别平等教育法的原则。蛮多人在谣言的误导下，以为同志教育就等于同志养成教育。教育部都已经把这个修正条文，而11的部分修正成跟母法一致了。那到底还要再改什么？你要预防性霸凌，你要避免性侵，你怎么保护自己？你怎么样教导孩子？就是说性霸凌、性侵、性骚扰这些你怎么防治？这才是家长关心的，而不是这些意识形态。教育部伫咧公听会回应讲，会吸收各界意见。卖照着性别平等教育法来进行认识无同性别甲认同的教育，希望透过对话消除各界议论。记者综合报道。要安怎说咧消除这个各界这个议论咧？其实教育嘛是真重的这个一环啦吼。其实这过去咱遮这个咧读书的时阵，可能也无这款的这个教育甲认识啦吼。所以即阵有这款的这个教育这个体制之下吼，这款的这个版本出来吼，会使互这个少年一辈去认识正确这个性别的这个观念啦吼。委员你安怎个看咧？咱性平教育目前还佫欠啥物？其实呢，咱的性平教育平等法呢，伫2004年公布的。那是安那有这个性别平等教育法，就是因为叶永志伊伫2000年的时阵呢，因为被霸凌，因为伊是一个比较咱大家讲就讲看娘娘腔的一个男孩子，所以在学校里面被霸凌。后来呢，他不敢去上厕所，因为去上厕所，你厕所叫全部的男生把他围住，然后给他烫口，讲要看伊到底是查甫还是查某的，所以吓得他不敢这个下课了去要上厕所，伊跟他赶在下课前10分钟去上厕所。到尾呢，他去上了厕所，结果就惨死在厕所。到底死的这个原因，甲当马跟我们怎样？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发现，讲原来你的性倾向无同款，还是说你的这个性别的特质不一样，时阵你在学校里面就会受到霸凌。所以呢，在性别平等教育法来对才特别规定说，你要去教导就要有性别平等教育。性别平等教育来对来讲，你要有这性教育，然后情感教育，还有所谓的同志教育，让大家知道说性倾向的不同，或是性别特质的不同。那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大家都要学习去尊重，而不是说因为你跟我无讲，所以我就可以给你欺负、给你霸凌，结果甚至把人家霸凌致死。所以呢，这是我们的性别平等教育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非常的遗憾的是讲，因为公投，那公投里面呢，大家一直散播的一些错误的讯息，认为讲学校内底拢你教好的，导你的囡仔拢变成同志的教育。同志教育是在让大家去了解自己，对不对？对于自己的性倾向、自己的一个自己的人格等等去了解，而不是在教你说每一个人都要变成同志。因为依照这个联合国这个 WHO 的规定嘛，不是讲你的同志事实上是你的同志的这性倾向其实是天生的，它不是疾病，也不是说你可以去仿效来讲我同志就是同志，不是嘛？你爱异性就会爱异性，你爱同性就会爱同性，不是说我今天我教你说你要去爱同性，你就会变成爱同性嘛？但是因为在社会上，在网络上一直流传着说好来带动你咖喱的囡仔变成是同性的，然后呢再教他们做爱做的事情。但大家都怎样？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学校来对是所有里面最保守的，包括我们成长的过程来面，跟性教育有关的、跟我们的身体有关的，全部都遮起来，叫我们自己回家看的。那我科林的学校来对你教大家怎么样性泛滥，怎么样做性爱。在那种科林的代际，但是大家竟然会去蒙着眼去相信这些假的讯息，以至于造成让公投的一个结果。公投的结果，那朱乃就遵照嘛，对不对？所以就说你不能够教同志教育，但是咱的母法里面还是有同志教育啊。
有所谓的性倾向的教育嘛，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把它这部分，你还是要符合母法嘛，所以你只是施行法里面公北当不能够把同志教育这个名词把它放上去，那我们还是回到母法规定嘛。就是性别教育了哈。律师，你有其他看法？这部分我针对那个同志教育部分我小可解说一下。其实公投法第11案反对的是不适龄有争议的性别平等教育。好，他有没有立委讲的？其实我是赞成的。如果他教导的是尊重不同的性倾向，这我都是赞成的。但是我们讲的是不适龄，所以不适龄就是国中小。我们公投11案有限定在国中小，国中小不要教超过国中小应该学的。下面是应该学，下面是不应该学习。譬如讲有关性行为方面，他没有直接无伫咧课本内底，但是也连结可能会连结出去。第二就是意识形态部分，意识形态部分我嘛是无希望讲伫咧年纪小的时候就去甲教，譬如讲变性，关于变性的问题，因为在我的看法是安尼，伫咧年纪还没有到达的时阵，不适合互因伫咧自己还很小的时候，就去认为讲，安尼我敢是同性恋。就开始质疑，也是讲开始讲安尼变性刚好，因为有可能会造成性别混淆、跟恐慌。我认为讲应该是到年龄到达一定的程度，才可以做认定。伫咧进前，大家互相尊重，各式各样的性倾向，我拢尊重，安尼其实就好啊。但是你也较超过教育，会变做讲互这个囡仔，我今麦看女生跟女生比较好的，就讲家己是同性恋，或是讲男生和男生定定咧拍球，打电动玩具就讲家己。好像是同性恋，一等都会混淆。好，但是虽然讲这个公投结果已经过啊，哈，目前教育部的修法，我认为是无达到目标了，哈。啊，目前还有一寡课本，哈，嘛是有问题，哈。教育部有来提告嘛，结果检察官查认为，确实遮有一寡教材有遮个问题，所以表示这嘛不是完全是谣言啦。因为即摆民众嘛无遐好骗，你无摕物件互伊看，伊是袂认同的啦。所以，阮真的应该来检讨，既然性别平等教育伊的出发点是好的，安尼伊内底有问题的部分，阮敢会当检讨甲改起来？应该是为这个角度，甲这个性别平等教育甲改又好，安尼毋是对的。目前伫咧现场就是教育现场发生的问题，变做性别平等教育的问题，变做伫咧学校内底。伊变做一个意识形态的霸权，伫我的角度来看，变做安尼。其实毋是干那透过这个学校这个教育啦吼，其实现主是啦，大家拢用网络啦吼，这个少年囡仔伊是透过网络来查资料的。你若莫去甲讲，伊嘛是家己去查，但是你学校若无互伊正确这个教育这个环境，伊颠倒会去家己黑白想。阿苗，你安怎看咧？其实头一种吼，咱拄则有讲到两个问题嘛，第一个叫做性教育嘛，第二个叫做性别这个多元性别的介绍啦吼呢。头一个这个性教育的部分，我个人是认为啦，依照讲国小甲国中吼，你两个把做伙讲吼，就讲无清楚啊。因为国小1年，甲国中3年，这两个会所差啊侪，会使做的代志嘛差啊侪啊。性教育你若是即马吼真侪国中生吼，你可能实际上敢若15岁尔，已经生甲大人大种啊。伊实际上吼已经有能力去从事性行为，到今你若无甲伊教。伊家己啥物拢毋捌，去乱搞，这要安怎？所以讲为虾米咱讲吼，依照这个年龄啊，循序渐进的时阵，可能到国中的时阵，还是国小高年级，就可能要进行安全的性教育。原因是，你若是无要教，你个国小高年级，即马有做者学生就早熟嘛。国小高年级甲国中的，伊老师无教，爸母嘛无教，家己看电视，家己去网络随便安尼看来就找。同学去尝试啊，安尼敢不好？安尼真正很不好嘛。所以讲，咱讲这性教育，就是讲要来学生伊的生理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阵，伊就要有足够的知识。足够的知识去创啥？不是讲足够的知识叫你去耍啦。足够的知识啊，去尊重别人，甲保护家己嘛。你要讲尊重别人，伊要讲保护家己，你一定要有啥物安全性行为尝试嘛。莫讲到国中要毕业啊，你连安全性行为是啥物拢唔知，你要安怎保护家己？你要安怎尊重别人的？这是头一点。第二点关于性别认同，其实咱莫讲想讲这囡仔人
拢是伫咧学校，敢若一个真空环境。其实伊咧学校外口嘛接触足侪资料啦。是。啊，伊接触足资料，讲电视上有咧播哦，一些多元性别，可能是同性恋的，可能是双性恋的内容。啊，可能是安怎？同学伫咧外口看啥物漫画，看啥物啊，转来学校咧讲。啊，你咧讲的时阵，若是老师无法度互伊一个正确的观念。要甲伊讲哦，你若是感觉讲吼，家己吼是一个可能是同志，你莫惊吓，因为这毋是代表讲你是一个怪胎，你是一个怪物，毋是。你若是感觉讲家己有可能是同志，啊，你要冷静想好清楚。啊，不过不要说家己感觉足惊吓，无法度和别人讲，无法度和别人讨论，毋敢和老师讲，毋敢和爸母讲，家己咧想啦，愈想愈忧郁，无安尼，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啊，若是讲学校内底呢有一寡同学，伊看起来可能是男生，啊，毋过伊较阴柔，啊是女生，啊，毋过伊最阳刚的。啊，同学大家了知影，互相尊重，莫去甲人霸凌。啊，这你要老师要教这个正确的观念的时阵，你不可避免，你可能是会提到说啊，同志是什么？啊，咱社会上有这 LGBT 这个分类是啥物？啊，这些拢是咱教囡仔要去保护家己、尊重别人的必要的、需要的资料嘛。你若是讲啊，这资料伫咧国小甲高中拢袂使讲，一个字拢袂使讲，歹势，这安全性教育无法度教。啊，囡仔人呢，可能咧外口吼就会出代志。啊，第二呢，就是讲这关于性别认同，不能够教导大家讲啥物是正常，啊你。多元拢是正常，毋是讲较少数的人就是无正常，就是怪物。咱老师若是无法度教这，啊，你要安怎教讲同学你莫去霸凌别人？敢讲反霸凌是嘴讲的就反霸凌的？若是遮方便，那咱学校哪有遮侪霸凌事件？你一定爱这学生啊吼去了解讲，哦，咱虽然是无共的，也毋过咱拢是正常的，无共但是拢正常，所以讲咱慢慢感觉讲，我就是比你较厉害，你就是较差，咱莫安尼想。啊，咱学校内底啊，即款性别霸凌的情形，才会使真正的减少。有影啦吼，这个性别霸凌的这个部分吼，其实伫校园内底啊，头拄啊这个委员嘛讲到真侪例啦吼，所以安怎去避免这个部分，其实就是伫教育这个第一现场爱去甲改啦吼。那恁过来请秋萍啦吼，这个性别霸凌是来自这个异性恋啦吼，也是讲真侪，毋是讲干来异性恋啦，就是对这个性别认识无够清楚的人啦吼，所以你安怎去甲解决咧？你有啥物想法无？哈，我感觉这爱先澄清一下啦，就是讲吼，我家己本身我家己工课吼，啊，拢接触到足侪家庭参囡仔啦吼，啊，我家己嘛有乐团，啊，我想吼，这种霸凌的情形吼，并不是因为因性别无认清那个认白无清楚，我感觉这是恁无伫实际的现场，只卖伫遮咧讲的话，哦，拢。啊，你就是爱安尼教，啊，较袂安怎，啊，咱就是爱一步拄国小，啊来慢慢安尼为需要的，就那像哦，我1年啊，甲你教这，2年教这，3年，啊慢慢啊，你就拢会知影，拢会足清楚啊。吼，咱要讲的是安尼，拄则讲的一部分，因为你的教材，吼，伫学校讲放伫国小遮教材，真经足侪，互咱家长拢袂放心，吼，啊嘛，互阮找出足侪问题，啊，这拢会当去等回头，搁等去查一下。所以我要讲，你现场的一寡教育配套，是毋是有做甲，互咱家长放心？教育是百年大计，你影响一个囡仔以后10当20当，吼，伊一世人的人生，这是最重要的。阮做家长一定爱追求的，吼。啊，来第二，我想。咱即摆要对一个囡仔实施即个性别的教育，为什么即个世界吼自然就是分做查甫查某？跟咱像咱咧分班，咱咧分班，你若是无一个最清楚的基本的分班，你要安怎甲囡仔教别伊清楚伊的基本的对照是啥物？吼，啊，我想以我家己有4个囡仔，伊安尼一路起来，我当然到即摆，我有一届甲阮一个同性恋的朋友啦吼。伊甲我迄个甲阮后生讲，啊，你若是查甫人，你就甲我家己爬起来。我就甲笑笑讲，啊，你哪会知影伊是查甫人？吼，我就问伊嘛，我做老母的都无法度判断啦，因为伊即摆国小尔。所以我要甲你讲的是讲，囡仔伊会当即个探索的过程内底，会发生啥物代志？吼，啊，即个探索。嘛有可能造成伊的风险，
吼，啊，伊的探索方向若唔对，吼，就像咱选唔对科，以后你回头的时阵，你会感觉你人生头前唔知是咧创啥物，伊就茫然了。我感觉讲，前阵卖足侪的同性恋，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拢是伫异性恋的家庭内底，有一个爸爸，有一个妈妈咧甲照顾，吼啊，你要讲霸凌这件代志，我想，叶永志这毋是一个足完全足好的例，伊的故事感动足侪人。我感觉即摆就是现就是同运，就是拢一直咧用一寡故事咧推动，啊，即种故事足少的，啊嘛足弱势的。哦，讲真的，我嘛真经是弱势啦，因为我单亲过8年的时间，吼，即摆才个订婚。我的家庭内底，阮即摆是重组的，阮2个囡仔是我的。吼，啊个阮先生嘛一个，吼，啊，阮即摆个共同生一个，所以阮对弱势，阮有足大的负担，嘛一定会去照顾伊。所以这个这个其他这个性别这个部分啦吼，其实伊嘛是自这个弱势嘛，要争取因这个权利啦吼。所以咱伫台湾这个多元的这社会，会当包容着啥物，会当更较进步着啥物，这是咱这个对话这个空间。我感觉讲爱空的时间。咱爱好好啊去思考，互囡仔有一个较好的成长，去真正了解性别是啥，伊才好好去思考讨论伊家己应该是放伫对的部分。所以嘛是咱这个多元这个世界嘛，多元这个声音嘛，今日非常感谢4位来宾哦，做回来讨论，做回来对话，感谢，谢谢，多谢。